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ey，今日想教大家點樣用 AI 自動生成廣東話字幕。第一個方法呢，就係用 Filmora 啦。Filmora 有 AI 廣東話字幕功能，撳文本，再撳 AI 字幕，選擇繁體中文就可以啦。字幕會自動改成書面語，如果字幕有啲錯誤，都可以撳批量編輯更改文字。另外，亦都可以更改字體、樣式、動畫，令影片呈現嘅效果更加好。第二個方法就係運用 AI 網站生成廣東話字幕。今次我就試用10banana嚟生成字幕。首先選擇書面語或者口語嘅字幕，之後插入 MP4 影片或者 MP3 音訊，之後 generate SRT 檔。SRT 代表字幕文件格式，會記錄文字同埋字幕嘅時間。之後喺剪片 App 加入返字幕。咁今次呢，我就會用 CapCut 去加入字幕嘅。咁 CapCut 呢，其實可以辨識到廣東話字幕，但係就係可以生成簡體字，所以我就用呢個方法呢去加入字幕嘅。咁首先呢，就撳返字幕，之後匯入字幕，之後揀返 SRT 檔。第三個方法就係用 YouTube Studio 啦。首先上載返影片至 YouTube。之後打開 YouTube Studio， 選擇頻道字幕 ，click 影片，再下載 SRT 檔就可以㗎喇。用呢個方法雖然係麻煩啲，不過勝在免費。希望你哋會鍾意呢條片啦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